訂閱每日一 news， 資訊話題唔會少。全球最大物流公司之一嘅 DHL 向客戶發送通知信，表示從4月21日起，暫停各地運送去美國價值超過800美元嘅商業寄去客人貨物。據美國總統特朗普最新頒布嘅行政命令，世界各地寄去美國申報價值超過800美元嘅貨物，需要接受更嚴格嘅入境監管。DHL 表示，上述嘅變化導致正式報關量激增，就算佢哋全力應對報關工作，但仍然可能會出現多日嘅運輸延遲，尤其係對於申報價值超過800美元嘅貨物。為咗確保能夠繼續提供高品質嘅服務，佢哋決定由2025年4月21日起，對商業寄去客人嘅貨物要申報價值超過800美元嘅貨物，將會臨時暫停服務，直至進一步通知。另外，中美之間嘅貿易議題不斷出現摩擦。有美國媒體近日報道，中國自2月6日以嚟，已完全停止進口美國液化天然氣，而且專家預期，呢種情況會喺短期內難以改變。4月18日，紐約時報引述航運數據報道，有一艘承載6.9萬噸液化天然氣嘅美國貨船，於2月6日抵達福建後，中國就未有再進口來自美國嘅液化天然氣。除咗上述貨船成功趕及喺關稅生效之前運抵中國，另外有一艘貨船因錯過期限，為咗避開關稅而被逼轉去孟加拉。另外，歐洲抵制俄羅斯嘅天然氣，間接令到俄羅斯嘅天然氣價格暴跌，所以中國嘅電力企業可以用低成本由俄羅斯購買大量天然氣，而唔需要再由美國購買。除咗天然氣，中國對美國嘅反制措施不斷增加。有原本已經交付中國客戶嘅波音航機，係同日由浙江廠房飛回美國，反映中國航空企業應北京嘅要求，停止接收波音預訂嘅客機。波音過去一直將中國視為美國以外嘅主要市場。2018年，波音近1/4嘅新客機係賣俾中國，直到2019年發生兩宗737 MAX 重大嘅空難，導致該型號喺全球停飛，令客機買賣中斷多年。直到長期嘅安全審查同磋商後，中國喺近期先恢復進口737 MAX 型號客機。根據波音公司嘅數據顯示，波音手上仲有130個未完成嘅中國訂單。業內消息人士表示，波音未公布760多架未完成嘅訂單，大部分買家都嚟自中國。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嘅超高關稅，將導致供應鏈危機，特朗普政府內部已經開始討論組建一個工作組，就算之後同中國政府未能談判取得突破嘅情況下，希望新團隊可以緊急處理因受關稅帶嚟嘅問題，從而減少大規模嘅經濟損失。